Bandai Namco 旗艦級活動正式登陸海港城，由3月27號到5月5號，成個海港城變咗動漫迷嘅天堂。最矚目一定係呢個5米高嘅 RX-78-2模型，仲有就係呢個16米長嘅未來飛船，入面收納咗過百款高達模型，係名副其實嘅 Gundam Exploration Capsule。今次規模真係好大，橫跨5大主題展區，由海運大廈露天廣場去到 LCX 同 Ocean Terminal Deck， 度度都有打卡位同限定店。睇完高達唔好走住，因為仲有架前進號6米嘅高度還原經典前進梅利號海賊船場景，喺維港海景襯托下，真係好似準備出海揾 One Piece 咁。展期到5月5號咋，快啲嚟打卡啦！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